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苗栗白沙屯的马祖，实在是真有够力，竟然甲4位总统参选人游做伙同台出现。苗栗通宵白沙屯的蒋天宫，今仔日庆祝着建庙160周年，邀请到全国各地分灵妈祖，总共2000尊的妈祖等来后头厝。4位总统参选人赖清德、郭文铁、侯友宜甲郭台铭拢来到现场参拜，出现真罕见的4脚拄同台的画面。 苗栗日头超光白沙屯妈祖庙，大河拄等蒋天宫建庙160周年，4个总统参选人拢同齐行脚到。预计10点到现场的民众党主席郭文铁提早5分钟到，现场包含苗栗县长张东锦关门会谈，真是讲郭文铁讲到南北合作，态度是大东西，讲将归尾一定合作。 主席最后的白河是已经有谈好了，是吗？面对媒体无记者回应，说咧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是伫咧10点10分左右到，原本嘛预计10点要到，敢是超工要含郭文铁小闪身，过党的无加讲，敢若强调拢是为着妈祖。非常高兴，也非常虔诚，觉得有着荣幸。 高兴的点是因为会见到柯市长还有侯市长他们吗？面对人咧，甲问政治无加讲，不过今日来到庙口，袂输咧迎妈祖。看到过党，介欢喜，真庙的馆长徐耀昌嘛热情迎接。先来到蒋天宫拜拜，差不多共一个时间，副总统赖清德嘛行到会。 包括徐定清、新北会等等来到现场迎接，和郭台铭、郭文铁行同一条庙口。刚有上尾一个来到现场的侯友宜，行一条和真三会无同款的路。就算行的路线点头无收车，不过嘛是和每一个民众握手伴看，甚至直接行去店内跟签名。 来到活动的会场，侯友宜佮特别行去布棚，和郭文铁小酒碰，咁就是代表南北合，咁真正有希望，民众拢等咧看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